廣東嘅各位朋友，嗱，你留意咯噃，呢個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嘅高消費泡沫呢，可能真係會徹底刺破。今日要講件事，稍微會有少少敏感，甚至會影響到有啲人嘅利益。但你咁樣，你認真聽我講完，你就一定會有答案。事情呢，仲要從前日晚黑一個電話講起。打嚟電話嘅係一個同我有20幾年交情嘅老友，佢屋企咧喺貴州係做高檔釀酒嘅，佢哋屋企喺當地都好交關，好了不起。個酒廠以前呢，就係1950年成立嘅國營茅香釀酒總廠，目前有資格喺赤水河東岸7.5平方公里嘅中國黃金釀酒產區釀酒嘅，除咗大家熟悉嘅釀酒一哥之外，就到佢屋企啦。因此呢兩間酒廠釀出嚟嘅酒口感風格十足十，再加上前幾年茅香醬酒熱，大家消費亦都放得開，咁啊酒廠個好酒基本上喺當地就已經消耗完啦。咁啊，我平時有一啲商務接待啊，都經常會用佢家嘅酒嘅。但係大家知道啦，呢2年嘅情況咧清楚啊，酒廠嘅渠道商就希望廠裏邊做一啲更加適合普通老百姓消費嘅茅香口糧酒。咁我呢個老友咧就想趁呢個機會喺大眾嘅口糧酒呢個圈子裏邊提升一下知名度，所以咧就拎出幾十程窄箱底嘅高年份老酒，復興咗一款能夠飲到80年代鐵蓋茅香嘅遵義市貢酒，並且為咗嚴格把關品質，個廠長仲派咗自己嘅親孫女上陣去監督。我哋諗住咁靚嘅品質，仲要係得2位數嘅價格，上市後肯定係爆噶啦！真係斷估唔到嗰啲之前落好晒嘅訂單嘅啲渠道商呢，就因為同呢個酒嘅定價太低，利潤少，居然咩呢？寧願違約都要取消合作。結果幾千箱靚酒實需喺自己手上，而消費者根本就冇機會品嘗到，實在冇辦法啦。我開頭咪話佢打咗個電話嚟嘅，就問我你可唔可以幫下手？我有幾千箱真係靚酒嚟嘅。當然今日大家你見到呢個視頻，一方面係因為我呢個朋友確實好靠譜，更加重要嘅係我飲佢屋企啲酒都好多年，酒廠嘅實力我真係最清楚。對於平時同我一樣中意飲啲嘅朋友嚟講，呢批酒啊，我話你講啊，真係益街坊。因為酒廠距離我哋熟悉嘅釀酒一哥仲唔到800米，甚至喺1987年幾百位酒圈裏邊嘅泰斗經過反覆盲品，仲得出結論，兩家酒廠屬於同山同水同工藝同原料同香型，而且茅香嘅口感難以分辨。因此咧，當時仲組織，不如你哋雙方合營咧，統一品牌去賣酒咧，史稱雙茅合併事件。唔係我吹噶，相關嘅文獻史料冚晒紅印噶，你大家點開鏈接你可以睇到噶，完全冇可能造假嘅。更加重要嘅係，大家攞到手嘅呢一批遵義嘅市貢酒，用嘅依然係80年代國營茅香總廠嘅全套工藝，以及當年用於釀造鐵蓋醬酒一哥嘅窖瓷所釀造，並且為咗進一步還原當年鐵蓋醬酒一哥嗰種口感，仲同樣用咗鐵蓋封瓶鎖香，唔單止加速咗酒體2次純化老熟，仲降低咗雜醇油嘅含量，放幾耐都唔會跑酒，更加唔會跑香。我而家同啲老友做會嗰陣啊，專登攞咗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飲完之後都對呢隻酒評價好高，佢哋基本上都話茅香味好濃，醬香同埋糧食香啊好飽滿。當然啦，最重要嘅係檢測報告，我咧替大家把關。雖然單瓶得2位數啫，但係各項嘅指標檢測數據全部符合國家優級嘅釀酒執行標準，實打實嘅純糧食好酒。作為酒廠打口碑嘅一個大單品，而家係成箱入手，仲支持啲朋友隨機你拆一瓶正裝試飲2兩啦，或者4兩咧，你有任何唔滿意嘅，就算話隻酒可以啦，就我心情突然間唔開心，都支持退翻俾廠家。反正我個人咧亦都比較欣賞呢隻酒，我相信你攞到手之後咧，你肯定會好似我一樣成為佢家嘅鐵粉。